哟，我大家啦，嘿，请问咱倒位？敢是要报名来读书学的？读一科好啦！你这个胖肚底名死老婆看本机的，你敢讲话死蛇死蛇，即马变只骨溜，跳好，我要告你！啊，你敢毋是我苏学讲过来做马道的阿丁？我是倒位对你不住？就我迄天食感冒药啊，喙齿冷冷定定，讲话袂输甘一支气面。对不住，你好死啊你！我要告你公然侮辱，又甲你规身躯冷冷定定。公然侮辱？嘿，你骂我卖大猪啊，佮讲我是豆菜底。当时啊，豆菜底变做侮辱人的话啊。免地区，人我有去查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。顶悬明明解说讲豆菜底就是指为烟花界出身的查某人。是国惊人讲。你讲啥？啊，无啦，我是讲。所以你准备收欢迎团票啊你？万请，你讲迄号豆菜底的意思，人台日大书店都无安尼讲。倒你去甲法官会啊，看你会行无？若知影行，就分2条陪我。头一条6300万，第二条8300万，互你分期30、30、23。安了话，车帮白帮去拄着灵异事件。我迄天明明是讲卖单车，毋是卖单车啊啦，卖单车是讲话不到底的意思，歹是歹话，喂。